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鼓浪好友佢係放嗰隻嚟㗎，跟住響第2位有利高八斗啊，武林盛宴響外邊第3啊，第4位內欄就巴閉精啦，第5位嘅馬有非凡時刻啊，再後邊嘅馬正極紅眼罩內欄第6嘅，外邊63上咗少少啊，步步合拍啊，後啲先有金創福威啊，咁啊同埋天外富天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鼓浪好友仲喺內欄呢，一路去佔先嘅，利高八斗呢就中間追緊佢，外邊仲有武林盛宴，入邊啊巴閉精，最出嗰邊啊非凡時刻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鼓浪好友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利高八斗中間，外面巴閉精上緊嚟，最後100米中間利高八斗，外邊巴閉精，入邊鼓浪好友接近終點，第1名巴閉精贏啊，第2名利高八斗，第3名鼓浪好友，第4名係武林盛宴啊。咁啊結果就唔係放頭馬贏嘅，不過放頭馬都跑第3㗎啦，全部都係跟晒前面啊，鼓浪好友埋邊，中間利高八斗，外邊追上嚟巴閉精，巴閉精結果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4名嘅馬呢，係嗰隻武林盛宴。潘頓起馬咁啊，可唔可以好重飛啊？就巴閉精2.5倍大熱贏嘅，利高八斗就跑過第2，鼓浪好友勝在積極啊，擺到前啊第3，跑開晒後邊第4呢，初出嗰隻咁啊武林盛宴。7搭3呢，原先呢都係大熱 Q 嚟嘅，好分啲，但係而家又再熱啲，得翻5.7倍嘅啫。後尾啊7膽啊，又差唔多全線咁就係。